因像名医，伊甲咱报一，要甲咱报药啊呢，为看医生看看，等下袂食呢。这咱要服药，道理安尼听，咱要安尼做，要做毋做？这咧讲非医救业，毋是医生的问题啊，是咱家己的问题。像善导，伊咧甲报一条光明的路，行善路，行修行的路，以后空中摆道的路，咱要行毋行？红人啊，红脸中袂久。人咧讲啊，千言万语的鼓劝啊，抵过一个自我的觉醒，是看咱家己要做无，是要重选圣贤，或者是受讨待，家己去决定。方向盘伫咧你的手中，安尼目的地伫你的足下，看咱要安怎做，这呢，其实外在拢是做的，真正上重要爱当家做主，六道万行，就是要在人间去来实践。自身当中若有道，其实就会当发挥更加的。佛菩萨因在拢做互咱看，因在伊亲像咱自世的时，伊自世的时就亲像咱安尼的时阵，伊就去关怀兄弟姊妹，袂生气，外顾兄弟姊妹，大家圆满救救解脱。咱今仔日求道迄一天就甲咱讲，咱有生日，有求道日，欠一个成道日。咱六道老师讲啊，六道若行到圆满六步就到老师的身边，就是讲会当大家救济的所在啊。互阮呢，今仔日学习足侪不足，讲了无够圆满，有欠缺的，有麻烦的，请各位浅显领认，各位浅显甲我补足，叫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咱就往内去。大众请起，感谢诸讲师慈悲，前道一躬。